节大平安。平安。今仔是真好的日子吼，也是大港节第3个主日，也是咱宣认宣告喜乐的一个主日。咱甲边的人讲，着喜乐哦。着喜乐。主伊要降临，咱知影这是上帝赏赐咱上好的礼物，伊将伊独生者赏赐予咱，要为咱钉死伫十字架顶，流出的宝血已经洗除咱一切罪过。互咱有份伫个天国的宴席，特别咱欢喜今仔日，咱有9位的兄弟姊妹要做伙来受洗，互咱看到咱有遮侪兄弟姊妹，佫倒来到咱当中，会当成做上帝囝儿，会当甲伊做伙军队，会当甲咱做伙军队耶稣基督。这毋若是因的受洗的大日子，嘛是甲咱讲。为当开始，伊是咱的兄弟姊妹，伊是咱上帝国兄弟姊妹，咱更加爱甲因做伙来学习，做伙来行这条美好的天国的生命的道路。咱做伙来用感谢的心，用欢喜的灵来吟唱一首就是当初亲像咱伫未认捌上帝之前，咱看袂清上帝，但是上帝赏赐伊信心。来感动咱，互咱看会清，互咱会当了解，咱就是伊的囝儿。咱愿意要来跟对伊，愿意要来承认伊是咱的救主。这真正是大大的奇妙的恩典。Amazing grace, how sweet.
初信的时阵，迄种喜乐，迄种看见啊，咱总会看见上帝光照伫咱的心，照伫咱的心中，照伫咱的生活当中，互咱的头前的路站哪来哪清，哪来哪明，就算拄着啥物困难，咱嘛会当跟对着上帝，无离开，无软弱，无惊吓，因为上帝，因为亲像保罗，伊甲西拉封掠迄关的时阵，因为着传福音封掠迄关的时阵，因两个当伫半暝，虽讲身躯拢去着铁链，还是这个骹链扣掉的，但是因会当欢喜出声，就像这个经文甲咱讲的，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伊甲菲律宾的人讲，虽然我即马是互拐咧，但是我同款要来欢喜，因为当咱欢喜的时阵，咱就甲上帝有搁较大的结连，咱就是真正来到是伫主是伫基督内底来甲主结连，咱做伙来念这首诗，来念这段经文，就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我搁讲一遍，着欢喜。咱着欢喜，那么来笑念伊的稳定，咱来继续来用诗歌来唱这首奇妙稳定。
会为咱家己捌受竞选、受呼召，互咱的人命会当继续来伫即个正人的当行当中来成长。咱为这，啊，个为咱今仔日受洗啊，个因来做信仰个别，咱信仰个别的新的家人来献上咱的感谢。嘛为着教会的牧者以及同工，特别是小组长，也是各服侍团队的这个首长，来因的人命的建立，甲各项事工的顺势推行，来带领咱教会一齐伫行伫这条道路来，同心咱来开声献上感谢。特别是咱知，咱要甲上帝讨物件，拢会当讲啊遮清楚，但是咱的感谢，会当搁较济，咱做伙来开声祈祷。现在主要是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为着阮家己献上你的面前，主我们将阮家己面前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恳求你享受阮心的话语，我们为着你家己这大辛苦，主我们特别今仔日的受洗，相信有个别。感谢我们俄勒尼是，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又搁真又搁活的上帝，你为着疼痛阮，而去手术阮你的独生囝，互信靠你的人无得灭无，会当得到永活。互阮知影，阮众兄弟姊妹，无论是今仔日才要受洗，也是阮已经受洗一段时间呢，阮拢知影跟对你，跟对主你的道路，阮的性命才得到光，得到亮光，阮人行了愈在，行了愈平安。伫主基督内底，为着主的这个服侍主的道路，阮的生活会当真正进入到你的丰富。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第二，我来为上帝会当保守咱信靠伊了后，咱的生活虽然可能嘛有侪挑战关系嘛豆伫改善的过程当中，伊继续来带领，互咱无累积，互咱当继续来跟对伊，为这个献上咱的感谢为着咱台湾伫这段COVID-19 的这个疫病当中虽然伊继续还伫咱当中，但是咱知影咱有伊的保守，咱无惊吓，会当得到平安来祈祷。嘛为着咱伫这礼拜18日拜六的有这个公道，互咱会当有这个智慧，互正台湾的人民用咱智慧享受咱智慧，会当选出会当投下咱上适合、上有利益伫咱台湾的外交，也是政治，甚至咱的自然环境的发展，还有咱台湾甲这个中国当中的这个安全的关系，会当继续守守保守，来祈祷，来献上咱之前有侪对伊的感谢，还有咱看到世界，虽然咱人的罪过，人的贪欲，造成这世界环境的破坏，有侪灾难发生，但是咱有搁较侪人看到这个灾难，咱知影，咱来认罪悔改，咱来知影，咱来更加来保守咱的环境，咱为这来献上咱的感谢甲祈祷。现在主要说我们为了今天这个把从台湾的这个地方，主要为了享受咱的地位，台湾是台湾是今天咱台湾上的他们其中咱关键的需求，但是阮知，阮信靠主，跟对主，伊伫你应邀的丰盛内底，伊就要引带阮行迄条丰盛平安的路途，互阮行过一切的罪过。阮知天地地有偌悬，你对阮的恩典都有遐尼大。阮知影，当你使有偌远，你就要将阮的罪恶除去遐尼远，互阮无搁入伫即罪内底。阮伫即，无论是阮信靠主以前，也是阮认捌主以后，阮拢更加感受到主你为阮伫疼世间，嘛毋若疼世间人，搁疼即个世界的正面。你手术互阮创造即个天地，嘛创造阮伫主你所介意的，你所备办的，你所
周围的你所规划的这个世界当中，阮会当好好啊来享受，嘛好好来做主你忠心的奴仆。嘛感谢你，赏赐阮夏牧师、谢牧师、甲苦团队以及各小组的组长、区长以及服侍团队的团长来首长、各首长来带领阮，成做阮真好的信仰的模范。嘛恳求主你继续加添因的信心，加添因的气力，加添因甲阮美好的关系，互阮会当同行这条这个和平喜乐的道路。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祷奉主耶稣基督性命，因为我要来用阿乐、用感谢来成做你的宝座影子，上帝来到我当中，咱用这首感谢阿乐主耶稣基督，甚至咱朋友会当愿意来用你的身躯，会当用喜乐来阿乐伊。感谢阿乐主耶稣基督，感谢阿乐主耶稣基督，万族万民一齐敬拜伊，万族万民一齐敬拜伊。哎呀那咿哟咿，哎呀那咿哟咿，咿呀吼嗨呀。欢喜救quân心可主耶稣，欢喜救quân心可主耶稣。伊的应允咱拢的帮助，伊的应允咱拢的帮助。哎呀那咿哟咿，哎呀那咿哟咿，咿呀吼嗨呀。当青春夏车乐主耶稣，当青春夏千赞优秀主，伊要保守咱的心梦，伊要保守咱的心梦。哎呀那咿哟咿，哎呀那咿哟咿，咿呀吼嗨呀。情我应要主耶稣性命，情我应要主耶稣性命。伊想使咱永远生活命，伊想使咱永远生活命。哎呀那咿哟咿，哎呀那咿哟咿，咿呀吼嗨呀。哎呀咿哟咿，哎呀那咿哟咿，咿呀吼嗨呀。是真正大，所以咱来大大来学乐伊。你的稳定真正大，你的个引传，无论风雨也变晴，你拢会做伴。咱着所生你的稳，你的也无存。在的艰难变成欢喜，欢乐变福气。你的较引传，予咱稳定拢无散。为咱的生活，平安福气有遐尼大。你的也有存，予在的艰难变成欢喜，欢乐变福气。你的较引传，予咱稳定拢无散。为咱的生活，平安福气有这呢大。
就爱学乐伊，咱的心嘛爱规个来学乐伊。若是用咱的嘴学乐，咱的心嘛来学乐伊。咱用这首我的心你着学乐主，咱用轮唱的方式，第一届咱做伙唱，第二遍我正手边的一中算起，我正手边的咱先唱，唱一节了后，咱才第二我倒手边的再来唱，接煞接来唱。我的心你着学乐主，学乐主永更生命。我的心里恩盼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学乐我主，我的心里着学乐主。学乐我主，我的心里着学乐主。心里着乐主，着乐主永更生命。我的心里着回忆，一切好事是主所行。乐我主，我的心里着乐主。心里着乐主，我的心里着乐主，着乐主耶稣生命。我的心里能盼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我主，我的心里着乐主。心里着乐主。哈利路亚！感谢学乐天顶的主，我的上帝，我要学乐你，我要学乐主，是因你施乐拯救，你手术万行有，伫阮世间人的中间。感谢主，伫这个抬杠节的时阵，阮正兄弟姊妹三甲组织，伫这三围内要来坐主你的道，是因阮知，阮需要耶稣基督你的拯救。需要耶稣基督，你为着阮牺牲，互阮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也有新的活命的愿望。感谢你，愿你施恩赐福，伫今仔日阮的敬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对圣神领受到亲自的启示、恩典，满满伫阮中间。也阮三甲守圣餐的时，有上帝你圣神的同在，体验上帝你救恩的真实。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愿日起你的爸，愿你的名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第二日是起年。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了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从我一日起，就叫阮脱离伊的歹，伊国万灵，永永是你所，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咱做伙三甲来启验。今仔日启验文22篇，诗篇95篇。启验文22篇，诗篇95篇。我来启，恁来应。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
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透过耶稣基督，阮会当成做上帝蒙恩的囝儿查某囝。伫感恩的日子，阮要欢喜迎接主耶稣的降生。伫年底，阮更加要来献上阮的感谢。无论阮伫倒位做啥物事，你拢甲阮同在，因为你是耶和华尼西，阮的根基，帮助阮征战好的征战。祈求上帝，阮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阮要时刻来亲近你，静静听候你。阮的心要全然来仰你，帮助阮富强教会，伫任何的环境中，伫事工的推动，拢会当专心来仰望主，听主的声音，顺服主的带领。阮只是也要为着伫台南也是外地的富强青年来祈祷，求主你坚固因的信仰。伫生活工作上，你是因的仰望，也是因失落时的避难所，时时要甲主你相结连。伫大港这期，今仔日有10位兄姐要伫你面前受洗，甲信仰告别，因要承认你是因一生唯一的救主。对担起，因要成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事要过去。求主伫因每一天，拢有圣神成做因的中保。因的受洗也要成做因家族带来祝福。只是求圣神运行伫教会会场内面，透过校牧师的信息，互兄姐得到造就，也求主祝福，袂当甲阮做伙敬拜兄姐。主啊，阮安尼诚心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下面咱要来讲授上帝的话。今仔日有2位圣经节，第一位记载伫耶利米书33章14节到15节，我来读。14节，耶和华讲：看啊，日子要到，我应允以色列家甲犹大家的好话，我要互伊成。伫迄日迄时，我要甲大笔发生伊的基。伊要伫地上行公平甲公义。第2位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8节。我来读第1节。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福音，安尼开始。先知以赛亚的册有记载，上帝讲：看啊，我找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伊要甲你开路。有啥伫旷野地发，着为主准备道路，为着伊修直小路。果然，约翰伫旷野出现，甲人洗礼，宣扬讲着悔改，领受洗礼，上帝就赦免恁的罪。犹大逐所在有真侪人，甲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拢出来，去约翰遐告别家己的罪。伫约旦河对伊领受洗礼，约翰穿骆驼毛的衫，腰下披带，食草莓甲野蜜。伊宣扬讲，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伫我后面要来。我连屈落去，甲伊头下带拢袂堪折。我用水甲恁行洗礼，毋过伊要用圣神甲恁行洗礼。以上。用上帝的话来祝福咱。下面咱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
献诗的歌曲是奇妙真神。献诗煞，咱要请牧师来讲道，来讲福音信心领受。咱用普话声做伙来学乐上帝。各位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仔日是咱的抬杠节第3主日，吼，也是咱大家用这个备办心、灵修、敬拜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因为今年吼，咱这个25号的就是咱的圣诞节迄日吼，是拄啊拜六啦吼。所以咱今年的这个圣诞的庆祝，也是用感恩礼拜赞美礼拜要伫这个咱第尾主日吼是26吼26，所以咱今仔日是第3主日，后礼拜是第4主日，是咱点4支蜡烛，到圣诞节迄天，来点到中迄支大支的蜡烛，来表示迎接备万心，迎接主耶稣的降生。
今仔日咱上时也伫遮来举行抬杠节的圣餐的礼拜，也举行洗礼式。感谢主，咱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无举办即个幸福小组，有一个有系统式的传福音，总是各团体、各小组嘛拢真用心伫引带。今日咱有15位12个大人3个细囝，要来受洗礼，伫第一场甲第二场的中间。伫咱要三甲围内坐主的道，领受即个祝福甲恩典的进程，咱要三甲用主的话搁一遍来提醒，也是讲，互咱更较清楚抬杠节的意义。咱三甲来祈祷。主啊，主的上帝，感谢你恩待保守，互我领受你的恩典甲祝福，经历着上帝你的拯救。主啊，阮伫这抬杠节中间，要用圣餐来甲主同坐道，是要享受上帝你恩典救恩的记号。也愿你，阮通过圣经更较明白，你互阮迄个启示、应允以及拯救。伫你面前，阮将下暝时间交托你，愿你亲自引带甲带领，阮讲甲听的平平，拢得到造就甲栽培。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有读2位圣经节，拢咧讲起着耶稣要出世的预言，所以这是一个抬杠的福音。但是这是一个预言，表示讲，伫原起初先知咧宣告的时，行洗的约翰咧宣告的时阵，代志拢还未实现。所以今仔咱是已经2000年后的基督徒，咱拢知影迄个故事的流程。先咱要游玩，搁重复一遍。迄个抬杠的祭旗呢，是呢，咱知影咱活伫即个地面上，虽然咱已经领受到即个祝福，领受到即个救恩的记号，也毋过通过即个祭旗来持守，互咱搁一遍伫迄个所在来提醒，搁一遍来坚固咱的信心。但咱读的2位经节，咱小等下搁来复习。兄弟姊妹，咱今日2段经节的有2个特色，拢是一个宣告，一个是前历史的宣告。咱新教也是讲咱的基督教，拢较惯势讲抬杠，迄个天主教伊讲降临啦，降临期，是对英文即个 advent 即字来就是讲有备，有备什么？有备主耶稣的降生。头一段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这段经节，就是一个耶稣还未出世进前几百年，就是有先知通过上帝启示来宣告。伊安怎讲？讲耶和华讲，看日子要到，日子要到。所以日子就是无甲你讲倒一日啦，日子要到。我应允以色列家甲犹大家的好话，我要互伊成，要互伊成。日子到。我要互伊成，这是上帝的权柄，伊的规律。然后15节就是伊的重点，讲当迄日、迄时，我要甲大笔发生义的基，是义的基，用树基，用义的基来显明伊的应允，甲伊的拯救。讲伊要伫地上行公平甲公义，用公平甲公义来显明上帝的临在。显明上帝的拯救，这是耶稣出世前，耶利米先知就安尼来做宣告。但过来第2个宣告，就是已经耶稣要出世进前，已经足近啊。马可福音第1章1节到8节，咱拄则读的第2位经节。行洗的约翰伊出来传福音，伊大声是重复来重述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啦第2节甲第3节讲，先知以赛亚的册有记载，伊无家己先讲家己要宣告的，伊讲以赛亚有记载，所以你有看见讲，耶利米书有安尼讲，过来以赛亚嘛安尼讲，讲上帝讲，看我找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伊要甲你开路。我找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所以行洗的约翰伊一面咧引用以赛亚先知的册，
一面在引用讲，我就是迄位啦，迄位讲要做先锋的开路者，讲伊要甲你开路。所以这段话真侪真出名的经，就讲有啥伫旷野得发，为着主准备道路，为着伊修直修路，为主准备路，为伊修直修路。迄个行色约翰伊安怎修路呢？安怎修直修路呢？就是伊宣告这位拯救者，伊要来，爱大家反悔来信主，这是后壁的经节吼。所以这个是中文的吼，这个过来。第二段就是行色约翰宣告讲，要悔改，领受洗礼，上帝就要赦免你的罪。行色约翰用讲悔改，领洗礼，来印证耶稣基督的救恩，印证耶稣基督来临的时阵，你安怎来承接这个福气？讲要悔改，来领受洗礼。上帝是要赦这罪，所以咱人对这段经节的中间，小可普普了解到行色的约翰伊的事工甲伊的一个形象啦吼，因为伊特别写伊的外貌吼，伊的穿插呢。所以第5节讲，犹太达所在有真侪人，甲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拢出来，犹太甲耶路撒冷，表示讲迄个地区吼。无限着耶路撒冷尔，犹太地区的人拢听到约翰的宣告，表示伫当时整个犹太人的世界，犹太因本来就是犹太教，伊敬上帝，但是先有一位先知出来宣告的时阵，有遐尼侪人要出来，当然甲当时的整个的政治的氛围有关系。当时遐的百姓一个忧闷看见罗马帝国伫遐统治遮个国民无有平安，所引起的这种的反应，佫听到这个福音，就是行色约翰这番宣告，因久久咧期待，讲大笔的子孙，讲这个拯救者，这个弥赛亚要来，当然，大家人就挖群来，讲要来就问这个行色约翰，伊讲告别家己的罪呢，认家己的罪，去约旦河对伊领受洗礼，这是。行色约翰当时所做的伊描述行色约翰讲，伊穿绿道门的衫，伫旷野吼穿绿道门的衫，腰下佩带，食草莓甲椰蜜，这是行色约翰一个外表的形象大家拢真印象真深，因为迄甲普通人的穿插都无相像安尼。这个就是人画图为着这个行色约翰穿绿道门这下回带，伊即款的形象伫约旦河边来叫人来行洗礼，这也就是耶稣后来伊嘛受洗礼，行色约翰来甲伊洗礼，正做咱今仔日咱也要举行洗礼，这就是对这个礼式传承，讲你着悔改，承认你的罪，得到耶稣得到主的赦免。行洗礼，用这个来印证我甲这个福音是有关联的是靠结连做伙安尼。内底有写着讲，行色约翰食草莓甲椰蜜这是一个圣经的知识，有咧参加查经班的拢应该拢知影。伊在讲草莓毋是正港的草莓毋是咱我会记较早庄脚有诶。兄这尔大庄脚大汉的有捌食过草莓呢？迄草莓抓来浮浮的足香的伊迄个实甲烧掉，迄个内底足香。其实咱六家上早就拢有迄款迄个啥，迄个豆饼煎土豆足香好食。因迄物件有蛋白质啦。毋过咱现在住伫都市人，感觉讲哇，食迄物件迄野sản足奇怪。毋过约翰毋是咧食草莓，伊是咧讲，伫地中海一带有一种树叫做角豆树啦，角豆树互人家号做，因为伊约翰食这都遮出名出来，所以互人家号做约翰的面包椰蜜树，角豆树的豆荚豆荚亲像草莓安尼所以这
毋是真正去掠草莓来食。啊，咱知影，迄个是咧象征什么？咱就是看到约翰的形象，表示伊为着传福音，伊无顾着家己的享受，也是讲我都爱有一个舒适的环境。伊是对旷野来，伊是对野地来，表示讲当时甲当时的宗教领袖，也是伊的权力机构吼是无关系的。咱有一句话讲横空出世吼，就是完全吼一旷野有声音出来。啊，平常时若要宣告主的福音是会去圣殿，啊无就去会堂呢，啊是安那会伫旷野。你若知影讲耶稣后来吼，拢定伫旷野咧传福音，定伫河迄个约旦河边，啊无就伫加利利海边咧传福音。啊，这拢是一个新的声音甲新的拯救吼，毋是对官方来，是对伫一个互人看做毋上目的。啊，这个行事约翰，伊用这个来表示伊的形象，伊毋是讲我是迄个耶路撒冷吼，这石头是这个经学师派我是真真正正领受到这个福音，要甲你宣告。所以这个变成讲，你有认同，还是你有仰望，你有领受，你才来对啊。无大家去会堂像安尼坐好好，敢毋是足快活，就爱去旷野对人行呢？所以。这个角豆树真做，互人号做是约翰约翰的树就叫面包。因为角豆树伫迄个旷野的所在，即款树有较大丛，所以边仔嘛会定定迄个芳来做树啦，所以一面是有角豆树，一方面佫有野蜜伫遐来配，所以迄个角豆树讲食落到地，大声涩涩，慢慢剥会芳，这就是伊迄当时的故事安尼。这就是角豆树的图片，你看，一熟起来时，迄色就变草莓色安尼，这是青的时阵，这是打起的时阵，这是这个伊的画图咧讲伊的故事，一张角豆树内底的内容安尼。咱是要看起讲，约翰的宣告有人开始来对，这个人也是后来，因为耶稣是后来其中的一阵。在互行事约翰洗礼的中间的一个，伊出来，咱看约翰伊安怎讲？约翰的应允，这个抬杠者领受主耶稣降生的福音，讲上帝应允要成就代表兴起一个正义的基，这是耶利米所讲。伊讲伊降生的实现，就是伫这片土地要用公平甲公义来治国。表示对当时迄个社会充满着迄个罗马帝国的压制，因仰望期待这款的国度实现啦。讲主要降生，伊要找见使者做伊的头前开路，要为着伊来成就伊的这个扫过一切택害安尼。所以若是咱今仔日佫倒转来，咱讲伫这个抬杠者的福音，咱要安怎来学习呢？那照这个基督教的习俗啦，像咱有4基6节，表示4项的准备。有人甲这个教会历内底伊才应该准备的项目，已经是包含着后壁咱所有耶稣基督的生涯，以及耶稣基督佫再来，是这4项啦我简单描述就好。第一项是啥物？就纪念主耶稣道成肉体。第一个主日，耶稣基督伊对天。上帝对天道成肉体，这是第一个宣告。第二，咱思念、照念主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来死，为着人的罪来死，这是耶稣基督的拯救。第三是纪念耶路撒冷的毁坏，因咱知影后来耶路撒冷受这个罗马的这个军队来甲伊烧坏去。这毋到今仔日咱真侪人去以色列。观光的时阵，会看到迄个靠墙有无？靠墙像迄片墙是倒无了的，这犹太人拢伫遐咧祈祷孝念佫第4项的纪念就是耶稣基督过来的审判，耶稣基督过来的审判。这个就是要互咱用一项一项，佫是甲来印证，一项来孝念主的拯救。咱遐日即位，伫即个抬杠。
约翰安尼宣告，咱要安怎做？咱都爱伫咱的生活、信仰的中间来实践出来，这是咱抬杠这重要的价值啦。头一个，约翰伊咧宣告，宣告即个约书亚，啊把迄个以赛亚的即个先知的宣告讲，要修直伊要行的路，啊就是修直即个路，毋是干那讲。好像实际的路咧开啦，开路，迄个路弯路弯，啊，咱就甲开互平，毋是？迄就是要改变人的心啦。咱人原来差谬，咱原来拒绝主的拯救，啊，所以即个修直你的路，就是咧表示讲咱爱有悔改的行动。咱伫诗篇90篇第3节，嘛有一句话，伊咧讲，恁世间人就活倒转。就是人当咧超找世间的拯救的时，你活倒转来伫上帝，注目伫上帝。啊，所以悔改的行动是咱基督徒上重要的一个信仰。过来就亲像诗篇所讲的，你来活倒转，检查你行的路已经偏差去，你来活倒转来安尼。啊，所以爱悔改接受洗礼，因为接受生命换新、全新的生命，爱用洗礼来见证你的改变。用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救主，来成做你一个新的道路，啊，新的活倒转。今仔日咱第一场咧有5位的兄弟要受洗，我也勉励恁，亲像约翰，耶稣约翰所宣告的，讲我要活倒来伫正路，活倒来伫上帝祝福的路，恩典的道路，因为这个就是领子主耶稣救恩上大的一个啊，伫众人的面前来做宣告。第三就是讲要领受圣神的洗礼的大能力。约翰伊伫尾仔节有讲一句话，真有意思。伊讲：我用水甲恁行洗礼，但是伊搁来即位讲要用圣神甲恁洗。我伫咧甲遮的受洗的兄弟，咧做学道班的时阵，内底有讲到洗礼即个教导啦吼。内底有问一句，讲是安怎要用水洗礼？是安怎要用水来印证咱归属耶稣？伊内底有讲几句，伊讲第水是咱生活中清气的即个自然上帝赏赐的。咱若无水来洗肠你会感觉讲哇，这生活毋知要哪过。当然无水就袂活咧。哇，旧年咱来水库拢打了呢，大家烦恼甲讲，这水要安怎来？好佳哉有一站落几个月雨，安尼规个水库拢满。毋过落了又搁停去到即阵咱的闸门水库又搁开始咧欠水安尼。咱毋能想讲，哇，这水满好啊，甲蓝山甲用安尼，用了搁无够全世界拢咧紧张讲，若无水，即个世界可能你我偌大的科技拢无路用啦。水就是洁净清气。咱洗肠、洗身躯、洗衫拢爱。所以伊讲水清气咱的垃圾。咱的心内污秽嘛爱洗咱心内的烦恼、忧郁嘛爱洗。咱的艰苦、咱的忧愁嘛爱洗。要洗当然毋是用水淋来洗伊讲爱有圣神的水来洗，用圣神来洗。所以。约翰伊用迄个外表的象征，就是洗礼，伫约翰的洗礼，迄个清气的意义，来要印证讲，这位有大能力的主来，伊讲要用圣神甲你洗礼。所以今仔日咱犹原学着约翰的洗礼方式，甲每一个兄弟要受洗滴水，表示积极净。但是请会记你的信心是要领受圣神的洗。圣神的洗礼真正会当洗净你的内心嘛，洗净你的意念嘛，洗净你的整个信仰的改变嘛。所以这是约翰伊真清楚的宣告，而且伊讲一句话互咱感觉伊真谦卑。伊讲：伫我以后要来迄位比我较伟大我屈落去甲伊迄个烫鞋都不配安尼。这是现在的文字，就是讲我连甲伊烫鞋都无够格安尼。一个咧宣告主福音的人，是用谦卑来凸显，也是讲来高举咱的救主安尼。
所以兄弟姊妹，我期待伫即个抬杠节的中间，咱因为台湾咱都较无西方即个祭旗的迄个意念啦，但是咱嘛拢有真侪迄个上顶的活动吼。咱看见讲，咱伫抬杠节的进前的拜五，咱就甲楼骹哈，咱迄个礼拜堂大门遐的迄个壁吊足侪迄个圣诞灯来点倒。逐暗你若行过来，感觉哦，这个灯看到真水。现在吼，毋是干那教会啦，你看咱现在各级的政府嘛，拢试过咧点灯就对啦吼。咱的市政府，咱台南市政府嘛有透过咱教会大家联合咧点灯。点灯是讲是一个外表的装饰，真水，迄固然是上容易吸引人，也毋过就是要提醒你讲，耶稣要再来啊，耶稣要降生啊，咱来准备心。你爱准备好，毋通亲像迄五个吼，安尼牛戆的即个在色路共款，搁伫遐耍，搁伫遐咧徛迄个平单吼，爱困，爱警醒，爱准备啊。无耶稣讲，我即个救恩要来啊，你无准备。所以咱基督徒拢是用抬杠节时阵，用读圣经、灵修来明白主降生的意义。搁重复读遐耶稣要出世的遐圣经节，读遮先知所预言的遮经文。第四，伫即个抬杠节时阵真重要、真宝贵，是讲你有一个疼心的行动，有一个自善的行动，分享主降生的疼。因为耶稣来就是带来疼，互咱世间人，为着咱世间人来牺牲，迄个疼若无，你要讲纪念耶稣的降生。迄个意义就无去啊，迄是空嘴无子的吼。今年呢，咱有透过一个基金会吼，伊专工配合咱台南市政府逐个区就对啦。咱市内的区、山迄个郊外山区的区吼，拢去敲找遮个较弱势者，也是讲生活较收入较少的遮个名单就各教会的地区的教会来互相来配合就对啦。意思讲，咱教会奉献一半，这基金会出一半钱，咱一户用一个礼物，要来送互遮个社区的朋友。这就是一个自善的行动，互因讲恁请某咪即个家庭呢，你会当伫某一日来到教会，我要送一个礼物互伊，做伊加做甲伊一个连结的一个开始。毋茫讲咱来引带因来。关心因，互因有机会来教会，甲咱做伙领受祝福吼。这拢是咱有诶教会诶团契啦、小组，因会举办义卖啦吼，有诶举办遐个叫做二手货交换诶活动，将这钱轻轻咧去帮忙遐解药啦吼，一寡无共组织。这是表示讲，咱有纪念耶稣基督诶救恩，是咱有开力去帮助别人。最后一项就是上介重要，就是用福音的行动来分享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咱对抬杠节开始，虽然今年咱无举行这个幸福小组的活动吼，但是咱真侪小组拢足有创意，想足侪足好的迄个活动，通过地会啦吼，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食食，招这个无道友社区的朋友来。最后重点毋是干为着食那定，是遮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已经训练甲真侪人拢有法度通做见证。迄做见证吼，会感动人，就是你真实对心底领受到，迄个见证才是真。若干用口头讲，迄个效果无好啊。所以真侪的兄弟做真好的见证，用诗歌，用分享。这拢是福音的行动。事实，咱今仔日第一场有5位兄弟，第二场吼佫有较侪位拢来受洗的，真侪位拢是伫这2-3年来有参加无共款的幸福小组，有参加咱小组的活动，诚做无道友，因感觉到真正去感受到这个教会迄个温暖，迄个福音的这个宝贵，所以今仔日就受洗。感谢主，愿主会当互咱真正亲像约翰伫迄个所在所宣告的，讲恁着爱悔改、受洗，上帝就要赦免恁的罪，而且
行洗礼约翰是用水洗礼，讲过来迄位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是对天顶所来，伊要用圣神来甲咱洗礼。所以兄弟姊妹，咱虽然洗礼的记忆已经毋知几年以前啊，因为咱真侪对少年时代就信主啊，但请会记得，迄个圣神的洗是随时的。大家时刻，当你搁一遍宣告主耶稣基督，你是我的主，你就是搁一遍经历了圣神的洗。圣神的洗会改变咱的观念，咱人生的看法，特别是改变咱侪迄个软弱、忧愁、烦恼，侪的艰难。主要用伊奇妙的方式来改变咱，毋是干那单纯一个水啦，尔圣神的规律才是遐尼大。感谢主，兄弟姊妹，咱小等下要来进行礼食，要进行圣餐，咱大先来做一个祈祷，然后咱备办心，咱要吟诗来备办吼。主，阮的上帝，你的恩典甲阮教会兄弟姊妹三甲同在。伫一站时间长长，阮袂当伫遮实体聚会，总是阮会当伫大港坐的时阵，搁一遍虽然阮有保护，总是阮无受限制，伫遮同心聚会来敬拜。主啊，今仔日阮要用兄弟姊妹因宣告因的信仰、悔改、受洗来见证上帝你的救恩，也阮要通过圣餐来看见上帝你救恩的记号。愿你亲自带领阮下面的时间，互阮所做的荣光你的名也受祝福。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有一首新圣诗真好听的诗歌，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咱来吟默，咱坐咧吟来唱。伫咧吟唱的中间呢，咱请这个5位兄弟要来受洗，贾明元兄弟、林若云姐妹、陈丰富兄弟、陈吴乱英姐，搁柯培武姊妹，是佩瑜姐妹，恁5位行来头前，咱长落甲你，互你摆一摆，咱伫遐要来誓约，咱来看这诗歌，咱来唱来。来吟第2章。唱第3章来。咱请5位有4位尔有1位无袂当来头前来好。对，摆头前安尼摆一摆就会使，好。上主的水泉赐予咱拯救，主赏赐拯救予咱，感谢主。因为伫洗礼中间要领受平安，咱有4位兄弟来伫遮备办准备，要来受洗礼咱4位小等的牧师问恁的时，恁点头讲有，安尼就会使。牧师来做一个宣告阮这个帮赞是瓦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佫活了后，还袂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假是因守，佫我日子甲恁三甲地地到世间的路尾。亲像当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佮受洗礼。但我对恁来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佮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
就要真做恁做得到清气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所以当恁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恁的。我问恁三个问题，恁若同意，恁就讲点头讲有，安尼就会使。第一，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无？感谢主。第二，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无？感谢主。即时我要为着4位来做洗礼，咱年纪若较大，咱就毋免用规个若有方便，咱有请同工来帮忙咱准备来做洗礼。咱明源兄弟，你方便吗？好，来手放来，你跪来，谢谢哦。谢明源，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好，来上来，起来 ，OK。有纸无？纸，好，谢谢。第二位，咱用徛咧就好，你行到头前，丰富兄，好来好。但丰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好，感谢主，来切一个好来，但我乱应，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可以好来好，拿下来。许佩瑜，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好来起来，来，好来摕后壁。好来，安尼好，徛伫头前，牧师来做宣告感谢主。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佮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即时我来做宣告。那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的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富强小会官兵来接纳恁做陪参会员。通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约的恩典，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来接纳你的囝儿女来入你的教会。愿你赐福因，求你用圣神降落伫因的顶面来坚固因，用圣礼典用恩典来赏赐因，互因通结连伫主耶稣基督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面。拄着试探的时来保护因，互因为精进信仰的好精进。愿你会开力的扶持因，会连续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佮互因会一世人来服侍主。主啊，求你帮助，这4位的兄弟，因通过慕道，通过经历上帝你的拯救，通过耶稣基督的平安，阮确信因要伫兄弟姊妹帮助的下面，继续行这条恩典的道路，互因一生的日子。定定经历着上帝你的神迹奇事，定定经历着上帝你的恩典甲看顾，也经历着对圣经来上帝你互因的启示真理，互因哪来哪有信心，哪来哪坚定，通伫生活、伫信仰、伫家庭来见证上帝你的救恩。伫你面前，阮奉你的名来祝福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咱请4位向后转一下，向后转来。各位兄弟咱4位兄弟受洗拢伫咧甲因问道理的时阵，听到因的见证拢非常的感动啦。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无讲真多，毋过简单来报告头一位是咱的谢明源兄弟，举手一下明源兄。
感谢主吼！咱的明源兄呢，伊的负责人就是咱的这个慧芝姐妹，慧芝姐妹伫倒位？来，个他们的孩子来站起来一下，欢迎欢迎哈！咱的慧芝姐妹吼，伊较早信主，明源兄知影讲伊信耶稣，伊嘛安尼真支持啦，但是伊的心吼，改成无有啥物足明确的感动，但是呢，伊在分享的时见证讲，伊伫今年吼，哇，有真侪上帝予伊的印证，予伊感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恩赐、上帝保护。虽然有时拄到的代志，毋是安尼欢喜的事、快乐的事啦，但是上帝通过伊的安排，予伊感觉到上帝在恩赐伊，在解决伊所拄到的困难。所以伊的家庭吼，伊的四大人虽然毋是教会，但是伊决志甲伊的太太共款，会做伙来受洗吼。伊是本身是是这个理工的老师教授吼，是理性的人哦吼，所以决志要信主，这是足难得，足无简单。咱用一个礼物来送互伊来吼，好，请摕咧吼，好。过来第二位，应该讲第二甲第三位就是咱的丰富兄甲栾英姐，举手一个，好，多谢手放落来好。咱的这个丰富兄甲栾英姐吼嘛，足感动吼，因为甲咱的这个这个啥，迄个春风姐熟悉啦吼。伫咧交会讲话中间讲，你有欢喜来教会来受洗无？就决志吼。无特别的什么刺激也无，伊就感觉讲来信耶稣足好就对啦吼。所以就大声几啊个月前到伊的厝吼，先甲伊遮个偶像啦、遮个祭拜物件收了，就开始来教会参加咱的上年的幸福小组，嘛参加咱的即个上年团契安尼吼。特别真奇妙就是讲，伊进前吼有一边去中部旅游啦，突然间伊的迄个气喘怎发作起来，哇，真艰苦去看医生，医生随讲这都要住伫大院啦。后来因为伊住伫台南，所以送转来市立病院照顾，伫家护病房哦，我算真上重的。毋过咱感谢主，迄阵还佫疫情啦，袂使去看的。毋过咱的春风姐毋知安怎什么办法哦，伊会当入去咧。伊讲伊做两剂就对啦，做两支车。伊就是有伫，我知影讲伊有伫咱市立病院咧做义诊，伊咧家头门嘛吼，义诊。所以因遐个人有熟悉，互伊入去，家互病房替伊祈祷啦吼，替伊祈祷。因为牧师去普通病房祈祷，佫互迄个咱的护士赶出来咧。讲咱的春风姐足奇妙。家祈祷了，咱的洪夫兄讲哦，伊有看到一个异象。有天使来甲伊面头前甲伊讲，我要医治你安尼，咱甲鼓励一下好无吼？感谢主。所以哦，伊足期待哦，期待今仔日哦吼，感觉哇，时间到，伊要来洗礼安尼。毋过咱替伊祈祷，因为伊即个冬天吼，这气喘的毛病吼，有时会起起来，感觉足不舒服啦。求主甲伊医治，互伊更较印证上帝甲伊同在吼。栾英姐吼，两个吼做伴吼，来陪伴伊吼，信仰非常的坚持吼，感谢主吼。伊原来是伫高雄啦，住高雄毋过因为伊的后生吼，伫台南有一间厝，伊后生因两个后生哦，拢咧做警官啦。警官你知会调来调去，伊讲无爸爸妈妈咧来阮台南的厝住，安尼伊真正来台南。来台南吼，毋若是住着因后生迄间水的厝呢，佫来得到信仰吼，实在是足感谢主吼，恭喜恭喜吼，好恭喜。佫最后一位是佩仪姐妹，来佩举手一个来。咱爱鼓励呢，这边吼，这三位吼，咱上年的功劳呢，上年搞印刷，你敢知影吼？咱甲上年团契鼓励一个来。所以吼，咱讲少年的搞传福音，咱上年嘛袂输呢。吼，咱的这个佩仪姐妹，就是你甲咱的会长吼，思妍姐吼，足侪年的好朋友啦。思妍姐定来甲伊鼓励，甲伊招呼，但是伊心都还袂准备咧。毋过吼，讲伊拄着困难的时，拢会找思妍姐。讲思妍姐要安怎？你替我祈祷安尼啦。伊讲着教伊祈祷安尼吼。熟悉20几冬，真正今仔日吼，这个果子来熟起来吼。得到圣神的果子。所以佩仪姐妹伊安尼
平常时拢甲咱的水源姐真好，甲引带吼，今日决志讲要来受洗咧。上帝啊，听伊的祈祷伊讲家己祈祷，上帝有听呢，所以有印证着上帝的祝福。咱甲拍拍鼓励来，来，咱请长老吼，咱徛较中一个好，咱长老来甲伊恭贺，甲伊祝福，顺翕一张相做纪念，好无？好来，咱恭喜哦，吼，恭喜！咱请东江来摕一个摄像机来翕一张吼，翕一张相做纪念。咱翕相了吼，咱有个单位要赠送礼物，就来准备来头前吼。时间的关系，咱袂当伤久啦吼。来，咱甲口罩绑落来一个来。请问遮讲话就会使。咱请东江来翕相，来，搁刷一个，搁刷过一个，来看一个，来，这边也可以站，这边也可以站，来。太，来，可以吗？口罩绑起来，口罩有无？口罩绑起来。安尼看较会清楚啊吼，看头前，来好，咱有人各单位要来送礼物，甲因恭喜来，请来头前来吼，请来头前。私下要翕相咱等礼拜煞吼，私下要翕相咱礼拜煞才来翕无吼。咱送礼物了好，拢送好势吼，来，好，请回座，请回座来。好，请回座，慢慢仔行吼。咱准备心，要来做伙领圣餐，也咱请小会员准备要来行圣餐，来分圣餐。咱要吟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吼短两句话若听，叫做食这饼，啉这个杯，咱吟2遍吼，2遍煞了后吼，咱开始分杯、分饼、杯顺，咱请圣歌队会当用另外迄个诗歌来陪衬。毋过若到一个时间到，我几节了，咱暂停一下安尼吼。来，咱做来唱这条诗歌。做来吟。吃这饼，啉这杯，是着我的眼为个要个。吃这饼，啉这杯，谁有对春个最大？搁一遍来。吃这饼，啉这杯，就管我的眼为个要个。吃这饼，啉这杯，然靠我的眼为吹打。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于教会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现在向你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夭；信我的人，永远袂吹打。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正大家三合伫地。请咱注意来听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谢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坏，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色里面，伊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咱照伊的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上帝。主，阮的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个筵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人来圣别阮，也圣别者摆伫你面前的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
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诚侪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荣耀你的圣名。愿你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迄位主要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今仔日咱犹原要使用即个环保的圣餐，就是饼甲汁拢放伫一个小袋子上面吼。咱摕到的时阵，咱要分两遍来领受，就是讲恁第一层是一个薄薄的膜吼，顶悬一块饼，咱先掀开，第二遍咱热迄个铝箔的，咱来啉即个葡萄汁。即阵咱请小会员来做伙来分饼甲杯。今日即位咱摕到的时阵，先摕伫手中，咱来做祈祷，也请圣歌队用即条诗歌继续，互咱有一个心灵的陪伴。咱今仔日受洗即4位，你得当领吼。咱先用枕头小甲配一个，迄个灯管迄顶透明的膜啊，先甲扭开，迄个饼摕出来安尼。有较壁角，也是较门口的兄弟举手，也是讲行来头前来摕吼，把咱时间较节省。主要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隔壁若有长辈，伊较无法度人好有这，咱家帮忙一下吼。啉这杯，深刻我的永袂吹干。毋知有人无摕到，会当举手来保护你。顶悬吼，门边有无？咱一定摕到饼，甲葡萄汁，来先咱们领受主的保体。主要所讲。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大家三个来领受。
下面咱设置甲迄个铝箔的迄顶帽慢慢啊扭开哈，扭开，啊，咱准备要来领受即个杯甲葡萄汁。食了安尼捧杯，主要所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伊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大家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众大家三合伫地。咱三甲来感谢。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来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通荣光你，愿安尼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兄弟姊妹，伫咱也要奉献进前，我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咱也稍等下请咱的即个执事来开始要收奉献。咱每一遍吼，伫咱的圣餐礼中间呢，咱会夹一个纸的奉献地吼，表示讲，兄弟姊妹，你今仔日若有方便呢，你会当分2种奉献，一种是无放日落就接落伫地下内，迄就是咱一般煮即个现金。你若有感动讲，我要为着即个圣餐来献上感谢。拄则牧师咧讲道中间，咱有讲，伫即个抬杠这时阵，咱做一个慈善的行动。所以咱即个纸落内底的金钱，咱会另外收起来，伫即个宣教基金，专门来帮助弱势的教会，也是遐个宣教福音的路用安尼吼。所以你若有感动，会当小可做即个准备。即时呢，咱请咱的执事开始来做收奉献。我先来报告即个后礼拜的事工吼。咱请东港毋知教牧师的迄个讲道上尾有一个投影片吼，尾投影片一个。咱后礼拜咱即个福音主日吼，福音主日，毋知东港会当来找一个牧师的即个讲道吼。搁尾仔一页吼。各位兄弟姊妹，咱有看到即张图片啦吼，即张图片就是咱后礼拜咱要请咱的刘院长、刘启古，今日毋知有伫咱中间无吼？刘院长，伊今日有出外吼。后礼拜伊要来做见证2场礼拜，第一场甲第2场。毋过伊较惯势讲华语啦，台语嘛会讲，毋过用华语为主。我期待咱兄弟姊妹，咱拄有讲爱有即个福音的行动嘛吼。后礼拜咱是毋是招咱的好朋友，招咱的慕道友，讲来，咱来听一位马来西亚来的侨生吼，伊后来做咱的新老病院的院长，伊安怎经历着即个恩典的吼？招伊来，互伊会见证，帮助咱大家较坚固咱的信仰吼。好，下面咱先请师会来主持即个奉献，然后咱做报告，多谢。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甘心奉献。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得大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你所受事，报答我主。阿门。请坐。咱做伙来读
本月的金句，约翰福音3章16节，咱做伙来读。上帝连伊独一的囝拢赐予世间，要互大个信伊的人免灭亡，反倒得着永远的活命。伊才安尼疼世间。约翰福音3章16节。咱来下面来报告吼，咱先开周报。咱先开第2页。下周的死亡当讲主礼，咱请刘启举院长，主礼是戴进和执事。下面的奉献的事项，咱家己看吼。咱第3页是小组的牧区的出席聚会讯息，咱家己看吼。咱先开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咱今仔日咱今仔日举行大港节圣礼典甲洗礼式，感动这15位兄弟会当伫今仔日来受洗，个别的信仰，愿主来纪念因。咱也有收圣餐，共收圣餐，纪念上帝无限的恩典，见证主要所救赎的恩典。咱伫今仔日小会员伫敬前吼。咱第2点，本主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请以灵修祈祷迎接主的降生。第3点，今仔日也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咱欢迎为着解会的事工代祷甲奉献。第4点，咱伫今仔下晡1点半要来召开中执会。甲首长的联席会议，咱请中执甲服侍团队来准备心来参加。咱第5点，牧师头拄有报告，我无重复。咱先开第5页，第4点，中保大岛，第6点，中保大岛事工，伫42期要开始吼，要接受报名。咱有兄弟会当愿意。奉献伊1点钟的时间，伫中保大岛的事工来见证上帝，会当伫办公室来报名。第7点，咱今年有年终的祈祷会，伫12月31拜5永暗8点到10点。咱的主题是主祷文的审思，咱请兄弟来准备心来参加。第8点，本会圣诞节事工甲鼓励各单位来举办圣诞的福音餐会甲茶会咱有3点，咱家己看第9点，咱请咱伫后礼拜六要来举行公道，请关心代祷。第10点的哀伤陪伴离婚的关怀。事工的消息，咱家己看11点，教育装备团队有理财有道书法班，甲英文的查经班，咱有兴趣的兄弟会当来参加报名咱上礼12点的上礼关怀伫本会第10宝姐妹爸爸李雅义长老就是硕龙长老的岳父伫拜盟主学主文调咱伫昨下晡1点半伫屏东复兴长老教会来举行追思礼拜请咱兄弟会当为着因的家属来代祷安慰，互因有信心甲愿望。其他的消息报告来报告第4点咱本会4道长老甲邱义杰因的长公子之家，伊伫1月15礼拜六下晡2点要伫教会举行婚礼，当日伫6点要伫下晡6点要伫来饭店来举行喜宴咱会当伫1楼的公婆那来
填写参加的人数吼来报名吼，来以上报，咱下面请牧师来补充。咱有即个新朋友吼，来参加有来宾吼，我来介绍一下。咱有一位即个张秀云，个黄嘉庆，两位有伫咱中间无？好，先离开吼。因两位就是咱的即个慧知姐妹的朋友吼。电到今日来管理，就是来祝福咱的名媛老师吼。咱家己恭喜。毋知阁有其他今日来参加咱会友洗礼，有来观礼，有新朋友无？有咱中间无？好，来徛起来，阮欢迎来欢迎哈！来欢迎恁欢迎恁来参加吼！恭喜！无资料真歹势吼！欢迎你来参加，来做伙欢喜，为着因遮受洗兄弟来做伙欢喜吼。下面咱补充报告进前，阁有一个小小的即个颁发这个证书啦吼。咱第一期的理财有道吼，有10几位兄弟吼，因安尼足认真来完成啊。咱第二期嘛开始咧报名吼。咱第一期咧，咱即个第一场礼拜有几位咱要请咱的慧琪执事来帮忙吼。有静瑜姐妹，个黄小珍姐妹，文珍姐妹，个有周喜安兄，个有蔡梦荣，恁来头前好无？咱要颁即个理财有道的证书互你，吼，来，咱来吼。因拢总用10几礼拜的时间拜4暗吼，来上课吼。要紧我来叫名，咱看啥物，若顺序毋对嘛，不要紧吼。来，这位是咱这理财有道有写讲，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所证明的伊讲伫主后2021年12月初2，中心参与完成10礼拜理财诱导性小组查经的课程，因确实有应用理财得自由，生命得到冠冕。这个意思就是讲，咱逐人拢无离开生活爱有财务的问题。但是呢，用圣经的真理来做理财，会帮助你自由、厚放，佫平安吼，佫有真水的丰盛的生命。所以因即期完成是无时间，应该爱请因佫来做见证才对啦吼。好，咱先甲即个证书来颁发吼。黄小珍姐妹，来这张互你来，文珍姐妹来，再来是咱的静瑜姐妹。来，因夫妇啦吼，喜安兄，喜安兄，过来是咱的梦荣姐妹，来咱行头前，咱口罩拔落来一个好无？来，安尼摕伫头前哦，摕伫头前摕伫手的，咱来你主任爱来，来看头前迄张相来做纪念，欢迎咱来报名第2期哦，OK， 好，拍拍欢迎大家，谢谢哈。拄则咱有讲鼓励咱兄弟引带咱的朋友后礼拜来参加即个院长伊的见证会啦欢迎咱大家。佫另外呢，咱即个报告内底有讲到即个圣诞节，望咱各小组、各团体佫来举办茶会也好、餐会也好，咱鼓励咱遮的亲人朋友透过圣诞节来做领受即个祝福甲福音啦吼。另外咱拄则有讲起到迄个公投啦吼。咱知公投这是社会议题，毋过有即边咱感觉讲即气氛真紧张啦，就是要鼓励咱爱投票。毋通讲这代志甲我无关系，因为这甲咱台湾的将来发展、咱的命运足有关系。所以咱毋通放弃即张票，入去投票。咱教会楼骹即礼拜嘛要做投票所就对啦吼。其中呢，咱大家为着咱的慈宝老师因失去爸爸来祈祷求主安慰甲怜悯因为是拜一过往去，所以昨已经举行礼成。咱慈宝老师甲苏宏长来伊拢足客气，讲无毋通搅扰啦毋通甲大家麻烦安尼所以就无即对外公告所以今日才甲咱报告。毋知有对，是毋是小慧小慧慧姐妹因就是讲咱玉水姐伫拜四举行告别式，伊的查某囝甲
较竞赛，今仔日有来要甲大家说多谢恁，徛起来一个好无？好向右转，跟他行个礼就可以咱对了退祈祷，对了退祈祷这边的礼式拢真顺遂啦伊的家庭除了小会以外其他的亲人拢还无伫教会咱逐个足毋甘愿随这离开咱，毋过咱求主继续带领因即个家庭，上帝平安甲因伫地。好，请坐请坐。咱遮的资料内底有一项，佫甲咱提醒。我今日咧看见有真侪兄弟咧找无停车位啦找无停车位。所以咱注意看，即个消息第6页上尾迄个报告，伫咱即个头前迄个 7-11迄条巷佫走入来差不多100外公尺有一个巴美县这种大楼边有一个停车场，当停40-50台。咱教会兄弟进秋天冬天若停伫遐行过来，袂讲介远会当补足咱无停车位的困扰请大家好好来利用，安尼就对啦另外，咱有东港有登记迄个周历的手册若还袂摕到，赶紧去办公室领，因为咱新年度要到安尼好，多谢。这位起立上营389首。上帝之冠之主，造化的主，万福万本，天顶圣山，天下万民，永远乐乐，白行诚实。请牧师来祝祷。当时咱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帮助相通，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特别甲今仔日受洗归入主的圣国的兄弟三甲同在。你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玉岛来避会。咱做起了，甲你的厝边隔壁用讲座来互相来请安。